教育部幼稚园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到今已经有92间学校参与啊。伫高雄这2间，逐天上少有4点钟，互囡仔讲台语、听台语的活动，而且大部分的囡仔本地拢无啥会晓讲，逐天豆豆学，即马效果也真袂歹。 西湖国小幼儿园的囡仔透早8点对着老师来菜园啊挖土种菜，囡仔上爱找因菜园仔的好朋友。这边有一个落来哦，哦，伫遐对无？你看，通常有发现，伊讲哦，这是白桂路，对无？白桂路，嘿，安尼我就找到伊啊。嘛有看到菜场，大家都爱去买菜场。 原要种种拢互碰气食了了。伫菜园仔内底爱讲台语，是因逐工菜园仔时间的约束。食点心的时间，囡仔嘛爱讲台语。老师伫逐工的生活活动，自然教囡仔讲台语。去佚佗顶，饭了爱捡起来，啊，食饭慢慢来食。啊，有明仔去起来，咱来去便所，啊，囡仔爱甲茶果起来啉茶。自然这种例行性的活动，就一天的50%拢咧使用闽南语。一开始拢袂晓讲闽南语，啊，所以慢慢啊学，慢慢啊甲小朋友搁做伙学，安尼。西湖国小幼儿园是第4档申请教育部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，已经看到效果啊。 另外，这间天主教的善道幼儿园，囡仔逐天祈祷、唱歌、宣教句，拢讲台语。蒙特梭利的教学方式是每一个囡仔学每一个囡仔无共款的功课，啊，阮慢慢一点啊一点啊地累积下来。园长伫6、7档前就开始教母语，这大部分的囡仔原本拢袂晓讲台语。 加在老师真有热情，因拄到上大的困难，也是家长。真奇怪呢，家长甲囡仔吼，看到囡仔就讲华语，包括迄阿公阿嬷嘛是普通是拢讲母语啊。当时我发现是阮教了，等于无爱讲，啊，等于无爱讲，互透早来个顶来。 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，105年试办的时阵，全台湾敢若10间幼儿园尔，到今年第5档已经增加到92间参与啊。保存母语爱对幼儿园开始，不过家长敢会认同配合，恐惊是上大的考验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